停！易欢，谁让你坐下的？刘嬷嬷，我的脚破皮了，我走不动了。那你也先向本嬷嬷请示啊，怎么能擅自休息呢？刚才我都说了，这是违反宫规。这也算违反宫规啊？当然，在这个宫里，只要是做宫里不允许的事，说宫里不允许的话，全都是违反宫规。你知道去年的秀女里面有一个擅自喂了太皇太后的胭脂鱼，后来那个鱼胀死了。知道这个宫女怎么样了吗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她可是被活活饿死了呀！饿死了？这么残酷的处罚，刘嬷嬷，那我向你请示，我能不能休息一下？不可以。起来继续。好疼啊！刘嬷嬷，怎么了？我脑袋痒痒，能不能挠挠啊？准。刘嬷嬷，说。我想，对不起啊，您肯定是那种通情达理的人嘛，不可能不让我打喷嚏的，是不是？下回憋住嘛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走。哦。嬷嬷，你又怎么了？就这么一会儿，你举3次手了？不是您说的吗？有事之前必须举手请示啊。什么事儿说？我想放屁。嘿，你个小丫头，我算弄明白了，你这是存心跟我抬杠呢吧？没有，完全没有跟您抬杠，我这不是憋不住了吗？少跟我抬杠，你那点心思以为我不清楚吗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，杖责20。等一下，刘嬷嬷，您可知道吏部尚书丁大人啊？我当然知道啊。那您可知道他是谁的干儿子啊？中堂大人。你的，哎呀，响鼓不用重锤吧？有些话不必说得太透吧？算了，我就看在你脚磨破皮的份上，放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。谢谢刘嬷嬷。继续练呐。